繼續來看我哋嘅專題報道，民國60年嘅下，許多人想講愛國有發展，如一三三離開故鄉，來到規範化為台北打拼，工作機會許多，物價也相對較俗嘅三重，係外來移民遷到嘅所在。三重也本人感覺講治安唔係幾好喎，因為西安查實韓國係三重嘅當時最有名嘅娛樂產業，隔個為半晝司機見下淡水河嘅作案，以為事態嘅改變。此時喺花蓮鳳林鎮大爺王雲泰告訴，民國52年家下離開故鄉，來到台北讀大學。佢從頭對台北市經過淡水河，去到三重、雲火、親切。佢還記得嗰陣時嘅台北縣同台北市相隔嘅一條河壩，唔過生活環境則全無共用。阿爸那個淡水河河壩呢片根本都冇木嘅，根本冇木嘅。好啊，三重埔你聽說多嘅，因為看到三重埔嘅路嘅，哦啊新莊嘅新莊嘅路嘅，改片呢就算係很鬧熱，其他差唔多就冇出愛木嘅啦，哦唔出田莊木啦。雖然都市發展同台北市有爭差，不過嗰樣子三重嘅娛樂事業同發達，戲院呢、案件呢，乃至係龍派嘅路漫呢，騎到一步，上次吊大嘅治安事件動輒發生。報紙同特別想嘅，啊你咩要講啊？啊其他嚇，佢就講要結黨結派啊，其他會漲鐵盤啊，像呢啲。娛樂圈呢就嚇發達嘅所在，天朝大概會做呢度做會漲來漲去樣嘅啦。嗰陣時印象中，從三重埔嗰邊有啲所在，做會安樣嘅。同多人同彩啲特別橋風來來去去，淡水河兩邊也係冇幾多高甜甜嘅睇樓，鬧熱靜靜嘅景象，大家都難想象。為半世紀以前，台北橋下本來係一片牆幽幽嘅。舊年到那個三重嗰個鬼片呢，係喺南面提出嗰沼澤地呢，好，我看到嘅鬼片嘅沼澤地呢。本島呢有一間屋嘅樣嘅啦，嗬，起幾間屋嘅啊，就個田順路啊，嗬，個田順路兩片全部是會水啊，全部就比塘咁樣嘅啦。早上淡水河見到到風災時期，河壩水就會平好平淡，許多污染嘅水粗棒棒嘅。不過正式嘅東東年過後，本但大家都唔好大嘅河壩水，一下就變做漿嘅水岸出車。個高水高放下去了，本身呢會起風點，開始做垃圾的意思嘛。後尾又按多年來咧，確實又較強烈咧，又唔會按粗棒棒嘅咧，嗬。所以樣片咧嘅污嘅咧就更起更多，嗰類會更來更多。以前嗰片根本都無人愛嘅所在，啊多日來看到啲啊，佢根本寸土寸金嘅嚇，已經發展到誒嘅長度，一點當然係頭擺嚟講係看唔到嘅咯。頭擺三重也打敗嘅愛貨嘅，案件嘅杜康產生埋嘅供銷商也下見唔到嘅，停定經濟發展，淡水河左片嘅風景同5060年代所長睇埋嘅。是講淡水河水面嘅光影，洋洋溢溢，河壩水還係安尼重重嘅流動去，啲東東人嘅濃濕度係永久也唔會填平鐵嘅記憶。下個新聞連經由范啟祥陳英作新北市報道。